去找寻自由。你的爱能不能让我来追？慢慢靠近，一步一步，哦，一个赞牵一个手，哦，速溜为你跌倒。伫个男团阿跨原少年这首一步一步热情的演唱，为今年2026台南好样也等跨年演唱会活动宣传来炒热气氛。市府嘛公布头一波的卡司，包括阿跨原少年要伫个20号来登场，另外台湾上行的天团嘛拢来啊。更有日本的女声乐团首次要踏上新娘蓝营草地音乐会的舞台，甲着日本新一代疗愈系人气的女声嘛将登台。台南の皆さん、12月20日、台南市政府映画市政センター西側広場で行われる台南ハオヤングクリスマスイベント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ホリューです。大家好。今回初めて台南のクリスマスカウントダウンイベントに参加できて、とっても嬉しく光栄に思っており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唔定卡司阵容庞大，就连主持人嘛邀请到啦啦队天花板顶级的李多惠，甲着兰兰来主持。伫活动宣传记者会中，瑶瑶郭书瑶嘛特别现身，将要伫个27号的草地音乐会带来新的音乐作品。陆陆续续会有一些新作品，然后像在明年1月4号的时候，会有一个何百瑞的《地狱恋曲》这部戏要上了。然后其实这一次有为了这个表演，有想了一下，就是我们的歌单这件事情，因为也会有新的音乐作品要带给大家。欢迎大家来到2026台南好样耶诞跨年演唱会的系列哦。除了3场大型的演唱会，我们今天公布了12月20、12月27，因为卡司实在太多了哈，所以说我们分2场来公布。那另外呢，还有3场亲子活动，都是非常非常精彩，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台南好样演唱会事实上已经打出知名度，而且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品牌，所以很多国内外的艺人，还有很多好朋友都非常趋之若鹜。但是很可惜了，我们1年只有1次了，但是我们还是欢迎各位好朋友啊，我们也希望1年多办几次，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很多好朋友一起来台南。对于12月20日耶诞演唱会开始，有动力火车、告五人，27号有天团911、吴文芳等人，以及31跨年首波的名单，包括杨凡的查某囝安吉，甲着男团 FFO 等。市长邀请民众做伙来台南过耶诞的跨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